政府突襲菜園村裕人玉挖土機，就係呢位哥哥仔擋住嘅挖土機啦。呢個地盤準備進行工程，請各位非工作人員盡快離開我哋嘅地盤。呢份街坊簽署同意賠償走咧，係佢哋30幾人逼住佢㗎，亦都冇解釋過內容嘅文件。佢哋拗緊嘅就係呢戶村民。唔識字嘅曹太話，前日有10幾個地政總署嘅人嚟收地，但因為佢未收過，唔肯，於是當局叫佢喺份文件上面簽名，仲承諾俾多2日時間。點知對方反口，尋日就嚟咗，地政仲同佢講話，佢簽嘅係同意書。於是幾十個地政同港鐵承辦商，尋日一早就去到菜園村，剷走大量甘蔗同蕉樹。有村民唔忍心，冒險執走農作物，直到有義工巡守隊嚟到，雙方對視咗4個鐘。今日你如臨大敵，係嘛？又便衣，又地鐵，又港鐵，乜都齊晒。係人多蝦人少，個態度完全唔負責任啦，個承諾冇咗啦。工程被迫中斷，港鐵人員喺農地入口放水馬之後離開。